好33，佢話 A 同 B 係正數 ，OK，B 大過1 ，OK，咁跟住咧佢就話啦，呢條線就掂到 x 軸，即係諗起 y 等於0 ，y 等於0 log ax，咁去揾 x 啦，你就頂你個肺啦，將個 a 一掉過去頂個0上去，咩0次方都係1，咁將個 a 掉埋過對面咧，咁就 x 等於1 over a 啦，咁即係話你個 P 點就係1 over a 跟住0啦。繼續，咁跟住咧，佢話呢個 graph 咧又掂到 x 軸喎，又嚟多次喎，代 y 等於0喎，代 y 等於0 log bx 加 b， 咁啊頂你個肺啦，咁啊掉埋個 b 過去啦，好，所以咧你只會知道呢個叫 Q 點啦，就係1減 b 跟住0嘅。咁 last 咧佢就話R 咧就係呢一個掂到 y 軸喎 ，y 軸即係代 x 等於0，代 x 等於0，睇下先，y 就會等於log b 0加 b， 喂，全部咪即係 log bb，log bb 咪即係1咯。好，咁即係話咧呢一點叫 R 咧就係01啦。好，咁即係話而家咧佢就話要揾一個面積喎，面積咁你要睇一睇啦，咁啊 R 係01，咁啊跟住咧就 x 軸就低啲啦 ，OK， 因為 x 軸係 y 等於0咁，y 等於0啊嘛。好，咁即係，而家問題 Q 定 P 係右手邊嘅啫，咁你大減細啊嘛要。我呢度有同你講嘅，因為你 P 咧係B 係細過1，咁sorry 大過1，咁你1減1點幾嘅話咧，咁呢嚿嘢一定係負數嚟㗎。咁即係應該咧個 Q 咧喺呢度到啦，咁個 P 咧就正數嚟㗎。好，咁呢個3個人就冇乜特別啫，咁啊底乘高隨住收工啦。咁呢個先啦，1 over a 減1減 b 成個乘高，呢個距離咪1咯，跟住再除2。好，咁所以逐個除2咪得咯 ，OK。咁呢個除2就係1 over 2a 啦，呢個除2就減1 over 2啦。咁呢度負得正啦 ，OK。咁即係正 b over 2。好，上揾答案。呢課多。